日常生活中嘅意外，或者喺手術過後，喺傷口愈合嘅過程中，肌成纖維細胞會分泌大量嘅膠原蛋白，用嚟替代受損嘅皮膚組織。如果肌成纖維細胞過度激活同增生，皮膚中會分泌過量嘅纖維連接蛋白同多糖。喺大部分嘅情況下，以一連串嘅細胞作用會導致皮膚纖維化，令到皮膚留低伴隨一生嘅疤痕。跌傷、擦傷、割傷、燒傷同手術後嘅疤痕，都係由於密集嘅纖維組織過度生長引起。要有效預防疤痕，必須把握傷口愈合嘅時間，捉緊預防同修復疤痕嘅黃金期。康巴適蘊含蕨類植物耆類小分子，採用細胞導向技術，有效抑制皮膚傷口區域肌成纖維細胞嘅持續活化，減少皮膚傷口細胞外基質過度積聚，有效平復疤痕同減低疤痕形成嘅機會。耆類小分子有效對抗皮膚傷口部位受到真菌感染，抑壓令皮膚衰老嘅自由基同活性氧。喺抗氧化功效方面，比起維生素 C、維生素 E、洋蔥精華仲要高。臨床研究證實康巴適能夠有效改善黑色素同紅斑，令皮膚色素恢復接近至正常膚色，有效軟化同淡化增生性疤痕，改善斑瘤性疤痕，成功率超過90%。康巴適含兩項專利配方 DSM 配方同 SDAA 抗菌技術，可以有效防止傷口肉芽增生，對抗皮膚傷口部位受真菌感染。產品成分天然，無添加任何香料，快乾不黏膩。用法簡單，只需薄薄搽一層，就能有效預防疤痕形成。建議傷口愈合後立即使用，可以處理到2年內嘅新舊疤痕。康巴適榮獲第48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銀獎 FDA 產品認證，香港研發、香港製造，係新一代疤痕修復凝膠。